喺清晨嘅寧靜中，喺夜晚嘅燈火下，每日與主同行，喺愛裏面與主相會。我係阿青，讓我哋一齊打開心靈之窗，讓神嘅話語成為亮光，指引前行嘅方向。一場騷動4，使徒行傳19章35至41節。那城裏的書記安撫了眾人，就說：以弗所人啊，誰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亞底米的廟和從丟斯那裏落下來的像呢？這事既是駁不倒的，你們就當安靜，不可造次。你們把這些人帶來，他們並沒有偷竊廟中之物，也沒有謗讟我們的女神。若是底米丟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對告。你們若問別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斷定。今日的擾亂本是無緣無故，我們難免被查問。論到這樣聚眾，我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說了這話，便叫眾人散去。請細心思想以上經文35至41節，嗰個城裏面嘅書記安撫眾人，佢嘅說話如果要分為3部分，可以點樣劃分呢？如果將呢個書記同比拉多相比，你會有乜嘢評價呢？讓我哋一齊默想經文對我哋嘅意義啊！35至39節詳細記述咗書記安撫眾人所講嘅話。我個人閱讀嘅時候，並唔太明白呢段話點解要被記落嚟。反正佢安撫人嘅理由，並唔係屬靈嘅立場，佢只係作羅馬政權嘅代表啫。不過，當我哋將呢個書記同比拉多作比較嘅時候，我哋唔難發現呢個書記作為國家政要，同樣面對群眾壓力，但卻可以有唔同嘅處理方式。經文喺呢段落雖然冇提及上帝或者聖靈，但我哋相信神在掌權。多謝收聽和諧頻道製作，每日與主同行。材料改編自國政網絡細味煮物語，原作者楊海恒。好開心能夠同你分享上帝嘅話語，一齊研讀聖經，靈命成長。歡迎你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下足跡，聽日見啦！